芬兰有一个智力测试的机构，公布着全球上聪明的国家。台湾去年是摕到第1名，今年退2名，变第3名。这空典礼小弟要带吊戏模，像甲牛耳长去，鞋啊落去，这拼就是希望讲愈巧愈好。芬兰有一个智力测试的机构公布2023年全世界上巧的国家的排名，总共有109个国家。第1名是日本，平均的智商是112.33；第2名是匈牙利111.12；第3名是台湾，平均的智商是111.10。香港排第8名，去年台湾是第1名，第2名是日本，匈牙利是第3名，过一档尔就超过台湾。是讲台湾连续2年进入前3名，嘛好真一人想袂到。我觉得很压抑啊。为什么？台湾看起来就没有这么聪明，因为我们俩都很笨。但我觉得印度应该是可以。印度竟然没有进前10名哎。对，我觉得印度应该是比我们还要好，可能台湾付的钱比较多，就是。你觉得买榜啊？依照这个调查，台湾民众捌字率有96.1%。2022年，台湾人平均的 GDP 是32,811块美金，超过南韩。所以讲，有人认为台湾人确实巧。就台湾人就是比较懂，想的比较多，对，然后对一些生活方面一些知识什么都平均水准都蛮高的。我们台湾人就那么聪明？那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一个特点会让你觉得台湾人会这么聪明？做这项统计排名智力测试的机构表示讲，唔是每一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有参加测验，所以讲这个样本的内容可能会失真，嘛可能无法度反映每一个国家真实人民的平均智商，所以讲这个排名只能提供参考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